欢迎收看12月18号中嘉台南电新闻。NCC 伫今年度针对有线电视系统经营的地方文化节目有进行相关的评核，结果总价环评上主称庆联、基隆、港都以及常德拢予以核选绩优表扬。其中上主称有线电视经得到特优，总价环评除了感谢 NCC 甲评审的肯定，嘛表示将持续努力制作在地优质节目。从 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陈耀祥手中接下奖状，中嘉宽频、双子星、庆联、基隆、港都及常德有线电视在 NCC 112年度有线广播电视系统经营者制作推广地方文化内容节目评核绩优表扬会荣获5项奖项，其中双子星有线电视南岛印记节目获得特优，庆联有线电视沃克也行节目，基隆有线电视基隆卫节目，港都有线电视听我说故事节目，常德有线电视真人图书馆节目获得优等，成绩相当亮眼。中嘉集团这一次在 NCC 举办的地方文化补助案里头呢，我们一共获得了5个奖项，包含特优哦。那这也显示中嘉集团我们在全省各地的系统台在地方的深耕以及回馈乡里的部分多所琢磨。感谢 NCC 这次举办文化节目补助的计划。那双子星有线电视也非常的荣幸，这一次能够拿到特优。那我觉得我们这次会拿到特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题材跟在地做非常大的一个连接因为在台南市的安南区这一次刚好是今年是我们这个台江建庄200年。那建庄200年其实在我们地方是非常大的一个盛事。那双子星这一次选定这样子的一个题材，那我想这个也让评审有感受到我们双子星以及可能我们所有的业者在地方经营跟我们这个社区服务的这一股在地的力量。这一次在基隆的基隆卫，还有我们台北的真人图书馆获得了 NCC 高度的肯定。那我们也感谢 NCC 之外呢，我想我们长期经营地方的节目生态还有对地方的关怀，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那也希望我们持续做下去，也希望所有的乡亲持续给我们的支持跟鼓励，谢谢。其实这一次透过做这2个节目当中，我们其实也跟地方的文化工作者跟文史团体有了更深一步的交流。那同时也让我们透过这个节目，把高雄在地属于高雄的历史跟文化，透过节目，透过我们去把它带出来跟观众分享。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因为我们也把这个城市的记忆，不管它是技术或艺术，或者是城市的记忆的部分，我们都把它留下来。那也希望就是未来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那也谢谢 NCC 的肯定。今年共有19家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参与评选。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陈耀祥表示，有线电视系统在地方扮演重要角色，因此透过评选及表扬，鼓励有线广播电视从业人员持续创作，提升制作水准，推广地方文化，丰富有线电视地方节目。那各位都知道，有线电视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体，而且跟地方连接非常的密切。那在地方文化的推广跟保存这一块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文化部呢，现在是负责整个全国的文化，文化部它着重的重点是在给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这个部分。那地方性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反而向来长期以来被重视的程度比较没那么够。所以我们在委员尤其我们几位传播员的努力之下，希望透过有线基金的这种补助呢，可以在这个部分多加着力。所以以往有线电视基金呢，基本上都是补助比较是硬体方面。那这几年呢，我们的这个政策可以看得出来趋势的改变，有在软体，也就是在内容这个部分呢，希望各位多多的加强。那当然，今天各位在场的都是表现非常优秀的这一群，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哈。那明年呢，我们的那个报名是不是有23家嘛哈？明年有23家，那大家都非常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哈，大家继续努力加油。那在此特别代表 NCC 呢，跟各位致上谢意，也期许大家继续努力。
中嘉宽频有线电视系统长期以来秉持在地服务精神，深耕地方。这次获得 NCC 表扬，除了感谢 NCC 主委、委员与评审们的肯定，也将持续制播在地化优质节目，发挥有线电视系统台的功能。记者李启慧台北报道。热清的陈廷辉联合竞选总部17号举办第1场大型造势，总统蔡英文、总统候选人热清的以及这位立赢的大咖拢到场收听，恳请民众和赖萧佩甲陈廷辉拢高票当选。立委陈廷辉17日举办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真侪立赢大咖纷纷前来徛台收听，分别有总统蔡英文、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甲萧美琴，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前农业部长陈吉仲，立法院长游锡坤，以及侪位党籍议员，也拢前来聆听台南上强的女力陈廷辉。咱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这个计划过了，咱的陈市要就积极来争取。来建设咱的台南，咱的海尾寮桥，咱有饮水的问题，咱建这个桥，所以咱即摆饮水的问题嘛解决了。咱海南区、咱北区地水的医生，陈其辉就超过争取的预算就超过220亿，来甲陈其辉谢谢多谢，甲拍一个好啊！除了替陈廷辉邮票，赖清德也向支持者讲。去年国际透明组织显示，台湾清廉指数是27档来上好的。经过不断努力，就是要让世界拥抱台湾，也创造了台湾的光荣。咱去年国际透明组织全球评比，咱台湾的清廉指数是27年来上界好的。咱替家己鼓励一下，咱替家己鼓励一下。我们各项的经济指标获得全世界的肯定，我们的排名也好，各项的指标，包括咱的股市嘛超过香港，咱的股市的市值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壮大。我们要继续壮大台湾，咱就是要继续挺台湾的价值。陈廷辉表示，伊29岁当选上少年的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也是台南第一位女性的主委。伊34岁时，仅以943票险胜当选立委。经过4届立委任期，16档的拍拼奋斗，伫顶一届选举，已经是全国得票率第1名立委。将近26档来，从来毋捌休困，逐工就是为乡亲咧拍拼。陈廷辉都是上认真、上了解台南的人，所以咱绝对坚信，为着咱的目标，继续拼，继续冲。因为咱就是互咱乡亲时代永永远远会当信赖的人。大家讲对不对？陈廷辉表示，担任立委16档的期间，争取超过1200亿基层建设经费，是全国第1名。伊伫立法院也得到国会公督盟、口袋国会、动保联盟3大并干的第1名。完全无互乡亲闹亏，希望大家伫明年1月13日会当用选票予伊肯定，予伊有力量继续为这片土地努力打拼。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今年台南的圣诞跨年迄个活动，因为邀请艺人伤济，所以市长黄伟哲强调只要分2梯出来公布。除了进前公布日本真情的卡里怪鸟以外，15号佮再宣布完整名单。包括创作歌手周兴哲以及韩国专红艺人金世正，拢是独家伫台南现场。2024年个半个月特别来临，以台南好养为主题跨年晚会已经打响名号。12月15日，南台科技大厦女团的热舞开场，主持人强调，今日就是要完整公布不可思议的艺人名单。第1位就是独家要来台南的周兴哲。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今年呢非常开心，因为会去台南跟你们一起跨年，而且会有一个大惊喜。先不跟你们说，让你们期待一下。台南的好样跨年晚会最强的卡司就在台南，12
12月30日晚上，在台南市的市政府西侧广场，让我们一起迎接2024年，不见不散哦。另外，连续4档参加台南圣诞跨年系列活动的有建市成员小赖，嘛特别出席表演，表达对活动支持。除了国内艺人，另外伫韩国唱歌、演戏、主持全方位发展的艺人金世正嘛要来台南。 이 설레는 마음으로 이번 카운트다운 행사를 위해서 저도 정말 열심히 준비하고 있는데요. 스포 하나 해드리자면 제가 여러분들을 위해서 작은 서프라이즈 하나 준비를 했습니다. 그게 뭐냐면요. 말 못해드리고요. 꼭 카운트다운에 오셔서 이 서프라이즈가 뭔지 확인을 해주시면 좋을 것 같습니다. 面对每一档的圣诞甲跨年的艺人名单，市长吴永泰表示，虽然甲其他县市比起来资源明显有差，好在再有真济企业的赞助，所以强调无上好就有搁较好。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台南以相当有限的资源跟经费，那我们发挥了经过许多的努力，然后可以说在所有的卡司在表演节目上，应该是全国最好的。 那欢迎大家在23号耶诞活动以及31号的跨年活动，欢迎来到台南以及新营、南营跨年。所以说这个卡司精彩没得比哈。一下台湾、香港、日本、韩国以及荷兰等艺人的名单，就是要以办喜事的心情，伫台南400第一时刻邀请民众做回来台南跨年。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 为呈现今年环保设施改善、净零、永续推动以及扩大科技计划等施政的成绩，环保局18号举办年度成果发表会，会中局长除了感谢环保志工的努力加市民的配合，嘛展望新的一档，希望持续捍卫大台南的环境品质。为了让市民大众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市府环保局持续针对环保设施优化、扩大科技计划、电动车补助专案、环境品质改善、净零永续推广等一个面向拍拼。经过几套档的努力，也得到丰硕结果。18日伫长青阁2馆举办年终记者会，由各科系主管向市民大众报告因的成果。绩效是全国最好，因为我们今年度配合整个路面政策，我们清了大概将近260吨左右，那目前这是全国清运量整个业务政策配合度最高的。我们未来空品不良，我们导入我们空气模拟跟一些固定污染源的一些数据，还有我们的微性感测器，可不可以在今天空品不良，我们做精准的稽查？畜牧换掉集中处理中心处理成立之后，大概会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个畜牧资源中心了。 另外，在科技执法部分，台南市环保局更率先全国展现创新的做法，特别将客闸笔电设备改为工业用的电脑，如此不但会当节省人力，更延长了客闸量能。去年我们用的声音照相是我们需要有笔电架设备，然后在路口有稽查人员在现场执行，然后每次只能执行2到3个小时。我们今年把笔电的部分就改成工业电脑，然后再追加锂电池的部分，然后把它装在这个箱体里面，一次可以在外面执行到3天，然后我们可以再节省人力，然后延长我们的稽查量能。经过各种努力以及创新作为，也让台南市环保局得到全国环保评比第1奖项，而且因为环保署升格，所以这个第1的任务也将永远留在了台南市。我们那个特殊奖项是全国的环保评比这个因为是环保署最后一次评比因为环境部在8月22这个升格了这个评比呢，就是说原来这个奖牌，因为我当时在环境部，我们这个奖牌是让你挂了之后要收回去的啦。那环境部因为环保署整个接续环境部之后呢，这个就留在我们这里了因为那个奖牌的设计是很特别的当时想法是说，
要挂在明显的地方，让这个来参访的人就知道说，哦，这个环保局在这一年的表现，去年的表现，今年表现特别好。局长许仁哲表示，透过全体同仁的努力，加上2万多名环保志工以及全体市民的支持，和台南市摕下12座地优、6座优等，得奖的数量是全国第一。环保局未来也持续精进，落实永续发展，打造净零永续城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福冈山南台别院10号举办亲子彩绘花灯比赛，将主题定做平安幸福。第一天就超过700位的亲子家庭参加，场面温馨热烈。南台别院亲子彩绘花灯比赛，自2007年举办至今，已经迈入第7档。每档大家欢欢喜喜，全家总动员参加，让人感觉到温馨又感动。而这也是佛光山南台别院推动净化人生、创造灵感净土力量的实践。我们的最大奖佛光奖，每一组获取1名录取名。佛光山台南区总主持满洲法师表示，为响应2024台南400，特别将这撮主题定为平安幸福，望大家发挥创意卡司，将手边的花灯摇身一变，成为传达光明的灯。南台别院的灯笼彩绘，今年呢特别把它命名为平安幸福，3代同堂，千人汇集。我们希望透过画笔传递生命的感动，让这份感动在快乐和谐中发挥创意巧思，把手上的灯笼变身为一盏一盏传递光明、给人温暖的灯。16号开幕这天，台南市长黄伟哲、民政局长江林煌、喜球国小校长黄怀慧、佛光山功德主黄淑美居士、萧秋香居士、国际护工会台南第3区督导长庄旭娟、第5区督导长詹美华也拢到场支持。明年是台南400年，那很多各地制作的灯笼或者相关的这些活动都会在台南举办。那我们也邀请佛光山各位好朋友所制作的灯笼在比赛中间得奖的，都能够在我们台湾灯会我们的灯区里面，让很多来自国内外还有我们在地市民朋友们都能够看得见。灯笼比赛呢，它的寓意也非常的深远，因为它是以平安幸福，就是希望呢疫情过后大家能够迈入正常的生活。那借由灯笼彩绘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让大家能够就是趋于正常的一个生活，然后慢慢的真的能够平安幸福。每年的台湾灯会将会在台南举办，黄伟哲也热情邀请大家参加。同时，也希望这次参加亲子彩绘花灯比赛得奖作品，会当在台湾灯会或金港灯节等活动上展示，让来自全国各地民众拢会当看到大家作品。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为了安平进前是滨江场的军营仓库，在市府接收以后，引进民间投资兴建。经过3档，将会变成安平航海城，嘛成为安平新的地标。16号伫市长吴宇贴等各界贵宾的见证正式剪彩。2、1，请剪彩。深渊积水，安平航海城正式启航。市长吴宇贴、副市长叶铁山以及这些民代贵宾的见证，将这座原本是军营的仓库改变成安平航海城。主要有艺文展区、有副下设餐厅、有文创的商店，4楼也阁有一个会当欣赏安平日头落山的平台。市长伫董事长陪同与参观，肯定业者用心兴建，特别伫迎接台南400历史时刻。呈现台南透过大海连接世界故事。开始要建设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一直分享着林市长的一个梦想。那也希望接下来能够成为安平航海城，一定是也能够成为我们台南市的一个新地标、新亮点。那诉说着台南400跟大海接轨。
的一个故事。那我们深研积水哈，就一直想说，因为现在国际流行做这一个 CHR。流行做这个 ESG， 就是有关环保、社会责任各方面，所以我们公司呢就是延续本业工业的部分，把这种环保跟社会责任呢推广，那我们选择了文化的方向。安平航海城原本是合作安平荷兰城，已经是未按先轰动，不过因为内部设计甲荷兰的连接并无济，所以引起外界议论。最后才正式改名为安平航海城，欢迎民众做回来感受世界风情。台南新闻阮及何秋芳采访报道。南部上大的摄影岛16号举办美艺，现场组织900名的摄影师，嘛邀请24位知名的 model， 甲大家互动翕相。主办单位嘛特别准备了大红包，祝大家伫新的一冬平安顺利。马岛精彩歌声，互现场气氛还到上高潮。伫台南上知名的摄影团体，今年举办第2档的美艺晚会，是开11道，相当热烈。元哥哥外拍团平时就是有办一些外拍的活动，然后会找模特，然后大家就是6、7个人这样拍摄，然后就一起拍照，然后大家一起学习。很少有这么多人一起合作、一起拍照，然后一起吃饭。对，在摄影界很少有。这次特别邀请到24位知名 model， 不管是伫面册也是 IG， 拢有高人气。主办单位伫会中更精心安排各团现场演奏，主办人黄静元也聊落去。因为摄影界很多小团体，那我希望说，这个其实要大家互相学习，就是说大家就是可以互相分享，然后去互相的学习这样。对，不要有那个搞小团体之类的。伫美艺进前，大家也伫新台进行一场摄影活动，大家透过共同的兴趣进行交流，非常有意义。这场活动也受到不少人热烈回响。主办单位感谢来到现场参与的摄影师以外，也表示新的一档也爱请大家继续支持收听。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议员李克伟持续结合善心人士甲热心的企业，要来关怀弱势。即回因捐赠现金、白米甲 AED， 要来帮助调兴客能中心的心智障碍者。年尾接近，台南市议员李克伟结合各界热心人士，行善做爱心，互弱势团体也会当感受到社会温馨关怀甲鼓励。特别捐赠97000块的现金。以及430公斤的米，含一台 AED， 和调升客人中心。这个有退休的潘敏杰书记官还有一些这个默默善心的人士来到潮新启能中心，我给因安尼捐助掉安尼一个可以 AED 啦那个心脏的方面的那个协助的一个那个器具还有一些现金上的支持，还有一些白米潮新因主要长久拢照顾到这身心障碍发展迟缓的一些儿童也有成人也有为对社会安尼带来安尼这方面真大一个帮助调升客人中心目前收容60位心智障碍弱势，提供24点钟的专业照护。衷心感谢议员李克伟含在地人士的爱心，互因伫冬天的时阵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暖。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2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